Hello，大家好，呢度係逆林逆數，我會用數字經去幫大家解讀運勢、感情同事業。今日嘅主題係佢哋喺背後對你有啲咩猜想呢？我準備咗3組唔同嘅數字，佢哋係冇任何特殊意義，只係作為你哋嘅能量指示。第一眼覺得最順眼就去揀嗰組，然後我會抽每組對應嘅資訊牌同關鍵字。你哋可以對照一下邊一組最吻合你近排嘅狀態同埋個人信息，因為呢個係大眾解卦，唔一定可以對應到所有人，所以中其中1至2項就 OK 噶啦。分別係第一組527，第二組1849，第三組7316。我哋先對一下第一組資訊牌同關鍵字。曬被吉林，着住運動休閒服，前面有個男人，身高1米8以上 ，INTP 制服控，鍾意薯片，獵人 X 獵人，手錶寶珀，瑞士伯恩，流血，鑽石，寺廟，東南亞，馬拉松，有帶環保袋習慣，傳統，里約熱內盧，伊斯坦堡，鬼太郎， Instagram， 意大利羅馬，公平公正，陽虛，有兒有女，智利聖地牙哥，文萊斯里巴加灣市，哥倫比亞波哥大，羽毛球，紫微斗數，情人節，無印良品，中秋節，說到做到，迦南菩薩關公聖誕，南美，品牌雷蒙威，裝修豪華歐式風，蠟筆小新，杭州西湖，聽到一首粵語歌，合租，嚴以律己，星期六，陝西華山，利物浦愛丁堡，上海，中東，浙江，品牌天梭，西班牙，拜金女，最近有場考試，品牌 CK， 裝修北歐風，土耳其，胡志明市，秘魯利馬，5·1勞動節。第一組嘅朋友，我哋會抽2張牌，分別係大家對你嘅猜想同埋點解。第一組嘅朋友，有人有信仰，有人同宗教有緣，有人係會定期去做一啲拜神祭祀嘅活動，有人對玄學有興趣有研究，甚至特登去報堂去學關於玄學嘅嘢。有人係5月出世，有人屋企做生意，有人有養過寵物或者係養緊寵物，有人嘅身形係高高瘦瘦，有人性格內向，甚至係社恐，有人好享受個人空間，鍾意獨處，有人係長子或者長女。呢一組有海外嘅能量，有人而家係旅行緊，有人居住喺海外或者出差去咗海外。第一組嘅朋友，你抽到嘅卦係火風頂卦同水雷屯卦。首先我哋講下火風頂卦。火風頂卦講嘅係大家對你嘅猜想。頂呢個字喺古代代表住禮器，佢唔係家家戶戶普通嘅鑊啊，而係貴族先至能夠擁有嘅。所以頂呢個字代表住才華、格局、儲備。大家對你嘅猜想或者係睇法啦，佢係覺得你係有底蘊、有見識。講人話就係覺得你有料，唔係空殼。大家會覺得你手頭上累積咗唔少嘅資源，覺得你有能力、有 potential、有潛能。將來係會做到啲成績出嚟，係值得留意嘅一個人。而頂喺古代係一個好重嘅器具，亦都象徵住你唔容易被帶動，你係一個好穩打穩陣嘅人。甚至乎會有人揣測你係咪傍到啲大人物呢？又或者你遇到啲咩機遇認識到啲大人物呢？因為頭先提及過，頂其實係一啲皇孫貴胄先能夠擁有嘅器具，可見有人會去妒忌或者揣測你係點樣得到呢啲資源，點樣行到而家呢個地步。而右手邊嘅水雷屯解釋緊點解大家會有呢個猜想，佢嘅成因係乜嘢呢？屯卦喺易經入面係講緊萬物初生，萌芽破土。簡單嚟講，就係一切都仲係起步階段，既混沌又亂。
團卦加頂卦，大家其實係見到你嘅見識，見到你嘅資訊，見到你嘅才華，只不過係外在嘅結果未清清楚楚擺喺大家面前，所以大家會腦補咗呢一 part 嘅空白。跟住我哋可以想象一個畫面，一個鼎器，一個禮器，一個皇孫貴胄先見到嘅器具，佢而家出現或者係展示喺我哋面前，暗示住大家見到你走嗰條路係比較少人行，比較出格偏門嘅路。主流嘅路咧，大家見得多，好容易明白一個人點解會成功。但係你而家行緊嘅一條路咧，係冇現成樣板俾人參考，所以個個都拗晒頭，即係唔明你係靠啲乜嘢，經歷咗啲乜嘢行到而家呢個地步。補充少少資訊，古代嘅時候，天子初登龍位嘅時候，第一件事就係鑄鼎，頒布法律。所以鼎佢其實係集權力、法律、威信於一身。你而家嘅工作可能同一啲決策或者係權力相關嘅，唔係普通人能夠接觸得到嘅層面。所以呢一組嘅卦俾我個感覺，大家除咗有揣測、好奇、唔理解之外，對你係會有一種忌憚，同埋心入面會保持距離。表面上會同你交好嘅，因為推測或者估計你將來會成為大人物。佢哋唔想得罪你或者同你交惡。總結，第一組嘅朋友，大家覺得你好有本事，行緊一條唔尋常嘅路，或者係一條全新嘅路，所以有好多細節佢哋睇唔通透。正因為咁，大家會對你有猜想、疑惑、好奇，加上佢哋覺得你同以前好唔一樣，私底下會討論同揣測你係咪識到啲大人物，或者有啲咩機遇。當面會好好相處，但係內心會保持距離。補充一點，大家嘅猜想係佢哋嘅猜想，係同事實唔掛鈎嘅。視頻僅供娛樂，唔需要太放喺心上。第一組嘅朋友，如果想加深同我嘅連接，可以 click 右下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啊。我哋而家睇第二組1849嘅朋友，我哋對一下資訊牌。穿着簡潔大方，不配得咁重，鍾意食辣條，腰酸背痛，有客人到訪自己屋企，破產。前妻大量咁拆快遞，增緊機，袋入面有糖 ，INTJ 換工作，病或者手術，鬼太郎，挪威、奧斯陸、墨西哥城，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布達比，瑞士伯恩，手錶積家。內及利亞阿布街，純色手機殼，小熊維尼 ，Little Twin Star， 內向，氣虛，開放式嘅關係，腎虛，肝虛，禍害，體脂21% 至25%，信用卡有逾期未還，淡顏，遠視，生肖兔，舊同事。東京喰種，延年 JKL 文殊菩薩聖誕，辦公場所，埃及開羅，派對或者慶典，泉州或者釜山，遼國永珍，黑色外套，皮膚科，吉卜賽占卜，外面天晴 MNO， 有義氣，健談。白頭人送黑頭人520，希臘雅典，海賊王，巴黎世家，品牌 Coe， 新地點或者有趣嘅地方，紐約芝加哥，品牌真力士。第二組嘅朋友，我哋會抽2張牌，分別係大家對你嘅猜想同埋點解。第二組嘅朋友，有人係簡約主義，有人鍾意黃色，有人鍾意去旅行，鍾意體驗一啲新嘅嘢。有人工作能力好強，效率好高，好捱得苦。有人係大男人、大女人主義，有人好孝順，有人好慳家，有人好自律。有人係以口為業，例如係講師、律師、銷售、中介。有人自細就好似個小大人咁，小孩姐、小孩哥。有人最近屋企有白事或者有喪禮，有人曾經占卜過，呢度有離婚嘅能量。有人因為捱得太多，身體質素非常差，甚至乎因為咁而動過手術。有人曾經遇過一啲大事，一夜之間一無所有。
第二組1849嘅朋友，你抽到嘅卦係地火明夷卦同對為澤卦。呢一組卦好特別，佢推演出嚟係唔止一個猜想。首先講下左邊嘅地火明夷卦，明夷卦講嘅係太陽沒入地面，光明受損，暗示住大家喺黑暗之中去睇你。我相信大家都試過喺黑暗之中睇嘢，睇嘅嘢係唔會清晰。離為火呢個元素喺卦象入面係解實力、力量、行動力，所以地火明夷入面嘅火，大家係覺得你係有諗法、有實力、有見識，但係好多時唔會將呢份光明曬出嚟啊。外表係收埋鋒芒，睇落係唔張揚，甚至乎係低調，有時好委屈唔出聲咁。所以有一部分人會諗啊，你係咪受過啲咩傷害委屈，先至咁收斂自己？就算有本事，你都唔夠膽表現自己呢？亦都有人睇唔透你，喺度諗你內心係咪有另有盤算呢？你嘅表面同你嘅內在好似好唔一樣，會猜想你其實係咪想扮豬食老虎呢？仲有一班冇乜用嘅人就覺得你好腹黑，你係一個小人，你有野心，甚至乎對你有忌憚，驚你害佢。因為佢哋覺得啊，你咁有本事，做到好多人哋唔識嘅嘢，咁點解你會刻意咁隱藏自己，降低存在感呢？你係咪要害我啊？有一種咁嘅諗法。因為明夷卦講緊嘅係光明沒入地中，昏君在上，小人得勢，世道黑暗。越有才能嘅人就越被打壓。而點解大家會對你有咁多唔同，甚至乎好大差異嘅猜想呢？我哋可以睇下右邊嘅對為澤卦，對為澤為口為言語，亦都為溝通，亦都象徵住表象，即係澤水表面嗰啲波光映照。佢哋咁樣猜想你咧，好多信息係嚟自於口頭傳聞。呢度俾我一個畫面係，嗰一班大家應該係你工作上嘅人，而且感覺你嘅工作係以口為業，需要講嘢溝通嘅行業，或者你主要嘅顧客對象係女性。大家對你嘅印象唔一定透過相處得返嚟嘅。除咗頭先所講嘅口頭傳聞之外，有啲信息佢哋係人同人之間嘅交談得出嚟，腦補出嚟，各自解讀出嚟嘅一個畫面。而對卦去形容一個人呢，可以講佢係一個左右逢源、賣乖、好識討好人嘅人。我感覺呢一組嘅朋友係情商好高，但係喺外人眼中，或者有啲睇唔過眼嘅人眼中呢，係會覺得你阿諛奉承啊。所以有部分人係睇唔上你，睇唔起你。更甚者有啲人會係覺得你用身體去上位。總之就有幾骯髒都可以諗到幾骯髒。跟住我哋講過對為澤，澤水表面係波光映照嘅。咁你可以想象一個畫面，喺一個黑暗嘅環境底下，你見到啲澤水即係湖面啦，個湖面就好似一塊鏡咁投射出望落去嗰個人自身嘅心態。第二組嘅嗰一班大家，佢其實係會將自己嘅經歷、顧慮或者一啲主觀嘅諗法投射落你度。有啲人呢，因為佢冇辦法傷害到你，所以先至會咁樣去諗嚟去安慰自己。我哋可以逆向思維諗一下，呢一班咁樣嘅人去咁樣諗你啦。你以後應該點樣同佢哋相處呢？點樣釐定你哋之間嘅關係？總結，對於一啲同你冇乜交流過嘅人，好簡單嘅，心地善良嘅人第一下就會諗你係咪受咗啲咩委屈啊？而多疑嘅人就會諗你係咪刻意隱藏動機，或者係會做一啲損害我利益嘅事。呢個卦象其實係一個推演，唔等於事實，亦都唔等於你真係做咗啲乜嘢。人哋諗咩呢？就係人哋諗嘅嘢，你都改變唔到噶啦。你做你自己嘅嘢係唔需要理人哋嘅。以上資訊只供娛樂，大家理性對待，唔需要太認真嘅。第二組嘅朋友，如果想加深同我嘅連接，可以 click 右下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啊。我哋而家睇最後一組7316嘅朋友，我哋對應下資訊牌：音樂世家、日本、隔代親、紐約芝加哥、YSL、品牌泰格豪雅、等緊 lift、湖南、海賊王、品牌帝陀、占卜塔羅、品牌海尼斯、K Spade、留學離家、浙江、青金石、春天、迦南菩薩、關公聖誕、小年、天醫、洗紋身、洗眼線、洗眉毛，啱啱做完手術，身高1.8米或以上，公平公正，身穿長裙，開放式嘅關係，白頭人送黑頭人，鍾意二次元，早婚，鍾意飲酒，有駕駛執照，內向，廢墟，鍾意食芝士，啱啱食咗甜食，金牛座，獨居，毅力，生肖蛇，
唔食紅蘿蔔，參加咗一場婚宴，唔記得帶充電寶，網紅，丁克，喪偶，經常着牛仔褲，有2隻寵物，少年感，短頭髮，住喺10樓以上，脾虛，禍害，運動選手，連續瞓咗12個鐘頭以上，食緊小零食，食緊小蛋糕，颱風暴雨，泉州虎山，古蹟紀念館，蠟筆小新。第3組嘅朋友，我哋會抽2張牌，分別係大家對你嘅猜想同埋點解。猜想點解？第3組嘅朋友，最近有人占卜過，有人同宗教有緣分，有人好中意日本2次元文化，有人好念舊，有人好中意啲古董復古舊物，有人最近參加喪事或者葬禮，有已婚嘅能量，但係獨居嘅，有人有養寵物或者係養過寵物，有人嘅居住地或者而家身處嘅地方係落緊雨。有人係吃貨，好鍾意食嘢，但係脾胃就一般。有人好貪靚，有人皮膚係偏白嘅，有人曾經留學或者係離家發展，有人來自於大家庭，屋企係從商，有人係隔代親，細個係由爺爺嫲嫲或者公公婆婆照顧。7316嘅朋友，你抽到嘅卦係雷澤歸妹同埋澤地歲。歸妹卦本意係講少女陪嫁出嫁，喺古代嘅時候咧，少女出嫁並將少女嘅妹妹都嫁埋過去，係一件係合乎常規嘅行為，因為2個可以互相幫助。所以呢個卦嘅核心象義咧係講緊依附遷就人哋。大家對你嘅猜想就係覺得呢個人好合群喎，好樂於參與個圈子。唔會搞埋啲獨行獨對嘅事，所以大家諗起你嘅時候，第一個反應唔係睇你自己本身有啲乜嘢嘅實力或者能力，而係睇你同邊個企埋一齊。因為歸妹卦係講緊你去依附人哋，佢哋覺得你係依附人哋嗰個，即係話你會係放低自己姿態啦，甚至乎係會諗你會唔會借個圈子或者係借你嘅身體去撈啲資源搏啲機會呢？歸妹卦講嘅你係注定唔係主角，你係配角嚟嘅，所以會有人諗我知佢係邊個邊個個 friend 啊嘛，而唔係你係邊個邊個。大家其實標籤咗你係依附呢個群體嘅人，而唔係你係一個點樣嘅個人身份。呢一組俾我嘅畫面係你而家喺度更換緊你社交圈子，或者係 upgrade 緊你個社交圈子。更有可能係你而家進入一個圈子嘅初期，大家對你嘅睇法。講到呢度，我突然之間諗，你會唔會係升職呢？或者係轉工作嘅地點呢？定係跳槽去咗一個新嘅公司度發展？點解我會咁講呢？因為右手邊嘅澤地歲卦，歲卦講嘅係匯歲啊，聚啊。澤聚於大地，人才匯歲，人以類聚。因為人才匯歲好少可會形容一啲朋友之間嘅關係，所以更大可能性係講緊你工作或者同你公事上有關係嘅人對你嘅睇法。好，我哋講翻點解大家會覺得你係依附一啲小團體或者係圈子呢？成因嗰 part 我哋係抽到澤地歲卦。第一，你身處個圈子係人才匯歲。即係個個都係精英啊，所以你想喺一班已經攞到成果嘅精英圈子入面突圍而出呢，係有啲難。你嘅個人特質係被佢哋蓋過，再加埋現行，佢哋覺得你係好少可單獨企出嚟以個人身份去展示自己啊，導致到外界睇到嘅畫面永遠都係你係身處喺人群之中，但係冇一個好 outstanding 嘅一個形象出現。所以我諗呢組嘅朋友係會比較低調啲。我感覺你喺你嘅圈子入面咧，係做緊一個軍師嘅角色，因為歲卦講嘅係鯉魚化龍，咁鯉魚並唔係一啲大家族，你能夠化龍咧，全部功勞一定係在於你自己身上。
總結呢一組嘅朋友，大家覺得你係好識得融入呢個圈子，但大家好多時都會猜想你嘅存在同埋你嘅機會，好多時係因為依附呢一班人，人哋先至會見到你，覺得你嘅個人獨立形象係唔夠鮮明。原因係你好少可會單獨展示自己，再加埋你好願意主動去融入呢個團隊，咁人哋就會覺得你係依附佢啦。卦象只係推演，唔等於事實，唔等於你做過㗎。以上內容只供娛樂。睇緊視頻嘅你，如果想加深同我嘅連結，可以 click 右下角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今日嘅大眾解卦就到呢度，鍾意呢條片嘅朋友可以點讚、關注、留言俾我，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